屏东大学今年6月，予教育部下令停止招生，不过教职人员是不服，今仔日来到台北庭前，强调当初是因为资金问题互停招。不过即马有企业愿意捐3.3亿，那学校会当继续经营，这教职员也会当摕到薪水。希望教育部莫甲因停招。不过，这教育部是强调讲，依照学校退场条例，无互退场的学校开放办学的空间。教职员要生存。强调教职员爱尊严嘛爱生存，因为明道大学今年6月改宣布效果，互私校退审会认定退场，要求学校112学年度结束了后停办。教职员讲不服，伫教育团体陪同25举行记者会，强调去年底为止，明道大学的评鉴也是全部通过，代表学校办学的基础真好。我们在去年12月全校评鉴还是全数通过，有的通过6年，有通过5年，这是相当好的成绩哈。那表示我们的底层还是很坚固的哈。公司行号，或者是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么多的学生，这么多的教职员，你要让他改善7条到第11条，它不是一个辅导，它是有很多的限制，非常苛刻的那个条件在那个地方。自救会原来有找校友甲家长代表来赞声，讲家己已经有得到一间上市贵的公司同意捐3.3亿，那学校会当延续经营，教职员工的薪水原来会当摕到转来，也希望明道大学会当转型做农业大学，继续办学。它转型为农业大学，相信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一个大学，可以让我们彰南地区整个农业可以蓬勃发展。对这代志，教育部是讲，到改成期届满前，也是无看到资金入来学校，补足债务的亏额。照规定，只好限令学校112学年度停止招生，并伫112学年度结束停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